阮美丽，受我放纵的要做把你。虽然英勇代代挥出，可惜拢换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咱做这个行政学的总复习的活动。咱过来咧第三单元哈，第三单元要来讲的是人事行政。人事行政就是政府内面要安怎来去管人，因为政府内面有真侪公务人员甲其他非公务人员的人嘛，所以10外万人要安怎来去做管理，甲即寡人因的能力甲发挥出来。帮助政府咧来去达成政府的目标，这是真重要一件代志。所以人事行政，伫即2-3年内面的队伍的数量是真多，所以呢，请大家若是考试进程时间有限，人事行政一定是有迄个价值来去互你投资的，爱加看几届。好啊，是讲看要安怎看？我毋是考人事的，我一般行政，我对这人事就无遐尼熟啊。所以咧，咱即个影片就用上紧的速度帮你将即个单元搁顺一届，看讲人事行政即个单元可能爱安怎来去压伊的架构，安尼较好处理。人事行政第一个部分，咱要来讨论的是人事的制度。人事的制度包括着伊的流变。这毋是中华民国的流变，这是美国的流变。过去就是无虾米即个公职制嘛，那完全的就是看恁朋友当选你就可以尤其做公务人员。但是后来咧，自 Max Weber 开始嘛有讲着，讲咧即马咧用人爱针对着我政府需要虾米款的人，我就竞选虾米款的人来伫遮咧是根据伊的表现，伊的即个绩效来去决定讲伊的薪水甲伊的升迁，所以这就是咱当代人事的制度。过来咧，这制度的部分呢，包括着伊的机关像即马真麻烦，就是因为除了讲考试院内面以外，阁有即个行政院，有即个人事总处即个呢，就要分好清楚。什么物件是考试院咧做，什么物件是行政院的人事总处咧做的物件。好，过来咧，这是机关的部分，过来就是用人的部分包括着是品位咧，还是职位咧，这是无共款的分类的2种的方法，嘛是选择题内面呢定定去看见。过来咧，咱讲了制度以后咧，咱要来讲的是人的部分。人的部分人事行政内面咧管人人分做2种为主。第一个就是政务官，另外一个就是文官。文官就是咱考一般的公务人员政务官就是透过政治的关系，包括着伊去选举、选调，还是伊互市长行政院长来去指派，即寡叫做政务官。即2种的人的比较算讲嘛是一个真爱伫申论题考的点就是你去比较讲即个政务官甲一般的文官2种人伫咱行政的过程当中有啥物款的角色因有啥物款的合作还是即个冲突的发生，你爱去真了解。考试定定咧考即个物件伫遮呢，伊袂单纯咧考即点，伊是会去甲其他的单元的概念来去整合，来去出题譬如讲甲即个公共政策结合，来去问讲政策咧规划的时阵，政务官甲文官因是安怎来去分工的安尼好，过来咧，咱一般是主要咧讨论是即个文官的部分。文官的部分就包括着第一个迄个流程，用人的流程，包括着一开始安怎甲人报入来组织内面，包括着是组织内部原本的人甲揪起来咧，还是对外来去招人呢？这是无共款这嘛是选择题过去有考过。过来人甲找入来了后咧，你爱甲训练，所以训练嘛是一个考点，但是训练考较少。过来除了训练以外，你阁爱甲伊激励，所以激励理论呢嘛是一个真爱考的考点，尤其是激励理论绝对会考。激励理论要安怎来去掌握咧，就有2个大方向，包括着认知的门路，甲即个行为的门路。所以你爱甲分好清楚。认知的门路内面，阁分做内容的理论甲过程的理论。内容理论包括着马斯洛伊的金字塔
诶即个讲法，佮有即个 ERG 的理论，甲即个双因子理论，这你拢爱真熟哦，因为选择题一定会考。过来，即个过程理论包括着平衡理论、甲期待理论、期望理论啊，看你安怎来翻，这拢一定爱真熟。这是认知门路这个部分。你讲啥物叫做门路？门路就是华语讲叫做途径啦。因为我实在是找无讲途径要安怎翻啊，所以我看咱即个台语的词典内面啊，甲途径翻做即个门路吼，所以认知的门路，甲另外一个叫做行为门路，就是 Skinner 咧讲的增强理论，增强理论，正增强、负增强等等的，你爱去创甲真熟。我讲一解哦，人事行政内面啊，伊差不多出5题到6题左右啊，其中至少应该啦，会有1题咧出即个激励理论的部分。好，所以你爱创甲真熟。过来咧，人有即个，互你激励了后咧。过来啦，伊就有表现嘛，所以有表现了后咧，你就爱去甲伊拍一个分数，这嘛是咱当代人事行政咧强调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咧你就应该爱根据伊的表现来甲伊拍一个分数，这就是叫做公职 ，OK， 公职制内面的根据你的公职来去。看要安怎对待你就对啊，所以要安怎来拍分数，这是考级的部分啊，嘛是真重要。有这个公务人员的考级法嘛，所以你爱甲伊看好熟包括着要安怎来拍你的考级搁有咧根据你的考级要安怎来去升等等等的物件，即寡嘛是考试真爱考的所在。最后咧，咱做，你若是做甲尾毋是做甲死哦，做甲尾会使来去退休啊。退休的部分呢，就包括着咧退休金的制度。即马是用即个个人的你有一个户头嘛，所以你钱就放内面，领了就无。过去有即个 DB 到 DC， 搁到即马咱用个人的即个户头的方式来去处理咱的退休金的部分。好，所以以上的就是即个人安怎来的，到最后安怎离开的即个部分可能会配合着即个法条的部分。包括着即个考级法部分真爱考，搁有即个升迁的部分任用的部分，考试的部分有考试法、任用法，对无等等，即寡呢拢是会使出伫选择题内面。其中呢，咱讲一定会考的是激励理论请你一定爱注意。过来，咱咧讲的嘛是一个一定会考的主题，就叫做即个伦理甲即个考级的部分。伦理甲考级是绝对会考的尤其是即个考级的部分。你讲啥物叫做考级？就是课责啦 ，accountability 啦，爱叫你负责任的部分所以考级的部分呢，绝对会考。要安怎去准备呢？第一题就是考级的即个门路包括着即个应该是 Gilbert 伊所讲的正式、非正式的部分。是内部是外部，伊有4种的即个分类方式。即个请你一定爱甲注意起来，因为这真爱考。过来像今年已经有考过，就是伫咧国际上的，咱怎来去避免即个贪污的状况有即个国际透明组织嘛是过去嘛有考过今年2025年的嘛是伫头前咧就已经有考过。好，所以即个考级的部分除了讲即个制度理论的部分，另外就是要考法条的题目。法条的题目主要就是咧考即个公务人员服务法内面，佮有即个行政人员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即个中立法甲即个服务法，即2部咧是上重要、绝对会考的。所以请大家咧时间有限考试进前咧，你一定爱去读一个即个公务人员的服务法。甲公务人员行政的中立法，即2部绝对会考的，逐年拢考，每一个考试拢考。所以咧，考这个部分呢，都讲一解2个部分一定要掌握，因为伊可能出2题以上，一题咧考即个理论，一题咧考即个法律。法律就是中立法甲服务法，即2部呢一定爱真熟哦。好过来咧，其他的主题咧就是较新的一个趋势部分包括着即个。像讲 PSM 啦，公共服务动机过去咧咱有影片咧讲即个物件，搁有即个
咱讲上新的 EPA 啦、AA 啦、DEI 啊等等即寡概念呢，算讲是较新的趋势，嘛是过去考试啊较少，但是即2年呢愈来愈多。好，以上呢就是咱人事行政要甲大家提醒的部分。搁有即个策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这嘛是你会使去关注，迄就是甲公共管理内面即个策略管理的部分，甲要安怎来去管人，做一个整合，就是安尼哦。一般来看25题内面呢，人事行政差不多考几题咧？最近有较侪的趋势，最近会使有偌侪咧，做到差不多5题到6题左右啊。所以5题到6题，若是安尼来看，应该一题来出激励理论的部分，过来课职的部分出2题，搁剩2题到3题。即2题到3题差不多就是一题来考新的趋势，其他2题来考其他的法律啊，也是制度的部分，包括着机关啊、考试院甲行政安怎来去分工啊，是即个法律的部分，考职法、任用法等等，考试法差不多是即寡物件，所以咧，咱嘛会使啦，算讲是掠去伊若是出6题，每一题6题内容差不多安怎来去分配伫每一个考点顶悬，咱拢会使来去做基本的掌握。安尼你咧准备即个人事行政的单元的时阵就会使较安心咯。搁有咧就是讲因为若是考法条的部分咧，请大家去过去的考古题内面加做几年的题目，就甲即个人事有关的题目甲拣出来，你就会使看到过去1、2、3年咧考古题内面人事行政是安怎去互考的，考对一条法律，会考的物件就是一直考一直考 ，OK， 所以你会使真清楚甲掠出来，是安尼，你准备起来就真安心咯。好啦，咱所以咧，以上就是咱人事行政这单元要甲大家讨论的物件，互你安心。最后咧，也是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咱后一回咧，才继续来讲要安怎来去管钱，迄叫做财务行政哦。勇敢的台湾人，白土泛滥。